家先同師傅贏馬啫喎，知唔知啊？跑人馬，上一次係大瀑布大瀑布啊，開齋馬大瀑布。呢隻天元飛將咧帶住個耳套嗱，大家咧睇下江碧偉咧跑呢場馬個款式咧，嗱佢唔知係咪跟即係李格力有教佢嘅？你睇下個款咧有少少似李格力，定係去學下李格力嗰個跑姿咧？嗱，準備好咯喎，出閘啦，5班16米。14檔嗰隻咧就係江碧偉大外檔啊，同埋出得好快脆㗎。另外咧內檔嗰隻咧就係14號寶圖透咗出嚟㗎啦。喺第3位咧就有喜寶來啊、巴基之威啊、定心啊，呢5隻馬咧比較前啲嘅。再後少少咧就正譽之星啊、為我微笑啊，同埋李格力其他隻紅星之寶咧都相當之前嘅。仲有繼之冇人啊、興高采烈。而勉強嗰隻咧係紅星二世咧，依家喺尾3啊，仲有紅心煙啊、幸福世界同埋金科玉律咧都係比較慢啲㗎啦。同埋依家咧步速咧就唔係好快嘅，1600米嘅賽事前邊咧江碧偉已經接咗一欄咧係佔先嘅啦，撳得好定喎，流放相當之好。跟住咧就拍住咧就係一個馬位之後咧，正譽之星啊、紅色衫嗰隻咧喺內檔咧就係寶圖，就上緊少少嘅咧就係定心啊同埋為我微笑，開始咧轉彎嘅喺度。喜寶來啊、巴基之威、66地色衫咧仲喺比較後嘅位置，就有繼之冇人啊、紅星之寶啊、李格力咧仲係喺後啲嘅位置㗎。金科玉律啊、幸福世界同埋有飛嗰隻行星二世啊、黃黃地色衫啦喺尾嘅位置㗎，仲有紅心煙咧就包咗尾。依家開始咧係轉正直路㗎啦，江碧偉咧清泉福將咧就撳住咧仍然喺前邊放緊嘅。個步速咧唔係好快嘅，正譽之星啦、黃黃地色衫喺度隔離啊，仲有咧定心啊、寶圖啊。成幾隻馬啦開始發力㗎啦，江碧偉咧亦都開始推騎啊，仲未開邊嘅。咁呢度咧有1位半嘅優勢啊，後邊咧有幾隻馬追住佢，仲係正譽之星啊。外檔咧有寶圖啦，外檔咧就為我微笑。呢度咧江碧偉仲係推住啫喎，隻馬咧有2個馬位嘅優勢啦。外檔嗰隻上緊嚟咧就係李格力嘅紅星之寶，結果翻嚟咧清泉福將啦爆咗冷門，正譽之星第2，紅星之寶第3。好啦，睇下慢鏡頭啦，而家放喺埋欄嗰隻咧就係一個清泉飛將嚟㗎。咁當時見到江碧偉啦，佢個踎個檔位咧個檔子係相當之高下㗎啦。我霎眼間以為係李格力跑添，但係咧嗱睇到啦，而家咧佢開始埋嚟，即係一路入到嚟大概400零米嗰時，佢係未急住，仲好似留緊隻馬。嗱打搭韁繩一路推落去，嗱呢一個咧就喺今季裏邊咁講，見到江少跑得最靚嘅呢一場馬。咁啊不慌不忙，嗱李格力有時跑馬咧，即係嚟到呢一度先開始發揮隻馬出嚟嘅啫。而家見到佢咧一路騎落去咧，好啦打搭韁繩，再扣一扣韁繩，等嗰隻馬咧 pick up 一下，嗱就又搭一次韁繩啦。咁啊，但係咧佢而家咧個身咧有少少搖嘅，咁啊因為點解咧？可能女仔嘅體質比男仔弱少少啦嚇。咁但係咧，佢而家一場馬見到佢小腿嘅推落去咧係冇喐到嘅，即係貼住晒個馬，係嗰條腰咧仲未係夠力嗱，睇唔睇到啊？人嗰條腰啊，馬師兄啊，李格力喺外檔。